讲到国防部这几年是继续伫咧评估各种各样这无人载具的发展，中科院造船业者含大学咧拢投入研发。这台船含台东去年初呢执行自主研发军用级无人船的计划，今仔日正式公开发表头一只无人船。这个无人船未来会当用伫咧离岸风电、海上救援等等，也伫咧国防顶头呢会当进行这无人机反制，还有自杀攻击任务等等。 透过无线操作无人船溜掠完成各种航行动作。台船甲子公司台船动力去年初开始执行自主研发军用级无人船计划，2月正式公开头一只混进魔鬼1号。我们的摇头系统是自行研发，不会受制于别人。自行研发可以自行的扩展它的功能。船有8.6米长、3.7米宽，搭配2台显化机，最高航速35节以上，佫会当稳重轻声。 魔鬼1号会当用伫离岸风电的工田介护、海上救援、甲港口巡检等领域。国防方面也当执行近天防空无人机反制甲自杀攻击的任务。为组成构想到建造，拢是学陆乌战争乌克兰的战争经验。乌克兰呢，它利用它的无人船去攻击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它的马克洛夫海军上将号，可以把它破坏掉。 船身遗留床位会当加装轻型鱼雷，特别是三动体船型设计，嘛是专门为台海环境定做的。这么小的船一般是不太能够在水面耐这么大的浪即便它都做成水密的状况，所以变成3体船之后，它们可以比较有效的耐浪。国防部这几年持续评估各种无人机载具的发展，相关学界也拢投入研制，嘛要强化台湾国防甲海上任务的执行能力，嘛展现咱国自主研发的决心甲实力。记者综合报道。